是乐乐，爱订我的频道哦，嘿嘿嘿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坐稳列车精灵莲莲。顶一集，乐乐甲康康伫车厢内底了解少济甲坐稳有关系的秘密。这段旅行都要结束啊，还佫会发生什么趣味的代志呢？咱做伙看落去。你哪会停伫遮？我想要甲坐稳讲再会。我嘛要，拜拜。徛伫车门附近的找着别人，咱去人较少的所在。坐稳站人真多，车门、闸门、电梯、电扶梯，出入口附近莫停留，行行行，向前行。又看卖，咱坐坐稳有几只车厢？有几只咯？我有6只。一、2、3、4、5、6。康康讲了对。坐稳列车才会当载的人数分做高运量甲中运量2种。要看卖，乐乐因坐板南线属于倒一种？1. 高运量 2. 中运量。答案是1. 高运量。高运量的坐稳车厢有6载，若中运量的坐稳，亲像去动物园的吻偶线，就敢若4载车厢哦。竟然互你摇着，不过你一定无发现我拄则看到的物件。有啥物趣味的？你紧讲，你紧讲。是人啦！我头拄仔看到有一个人徛伫咧遐，对空气比手势，毋知是要比互啥人看。比了就上车，甲坐稳同齐走去啊！有一个人伫车头附近比手势。听起来足奇怪。哦，乐乐，你讲的应该是坐稳司机员，就是大家定讲的坐稳驾驶。伊是安怎爱对空气比手势啊？司机员咧工作的时阵，爱足专心的，手势敢若会使帮咱集中注意力。咱来请教台北坐稳的司机员。乐乐、康康，恁好，听讲你有问题想要问我。司机阿姨，你敢有驶过会用得去动物园的坐稳？你敢毋是要问手势的问题？等一下才讲问迄啦。我毋捌驶过，而且嘛无人有机会驶迄台去动物园的坐稳哦。啊？请问每一台坐稳敢拢有司机员？1. 拢嘛有。2. 有诶有，有诶无。答案是2. 有诶有，有诶无。台北坐稳敢若高运量的路线，亲像红色、青色、感仔色、甲蓝线的列车有司机员。其他中运量的路线，亲像驶去动物园的吻偶线，列车是全自动，无人驾驶的哦。阿姨，恁是安怎要对空气比手势？阮透过手势来引导家己的视线，互阮集中精神，看大家是毋是拢有顺利上车落车，才来关门。搁爱确定每一扇门敢拢有顺利关起来。听起来，甲我较认正平倒平的时阵会做的代志足像的呢。我嘛会甲手举起来，一般是正手，向前点一下，确认是正平无毋对。原来你甲阮囡仔共款，定定摸毋着正平倒平。囡仔兄、囡仔姊，后摆有机会坐板南线，做伙算看卖车门有几个？迄个数量，就是司机员大概要关门之前，目睭爱先看清楚车门附近敢还有人要起落车的数量。阮妈妈会晓驶车，伊敢会用的来驶坐稳？想要驶坐稳，就要通过考试甲训练。毕竟坐稳甲汽车足无相共。一般汽车加4、5个人伫咧内底，毋过坐稳列车会当载几百个甚至上千个人，所以咧驶的时阵就要搁较细腻。
希望大家以后听到这温关门的警告声，就莫阁钱门旁硬要上车，才袂去雨夹着伤。我回去处理了后，要甲阿爸阿母讲。多谢司机阿姨甲阮分享，免客气，再会咯。再会。遐会用得出去？咱的主站感情卡片会使有我一看卖无？来，票卡互你。那会无法度出去？已经有感应卡片啊，奇怪。恁看，闸门下面有即种红色的册仔，所以袂当出去。出入捷运站，会记得找有青色箭头的门，就会当顺利通过。好。若想要为迄个闸门出去，嘛会记得注意对面敢有人拄好要入来，若无会卡掉了哦。耶！阮成功坐来邦桥站，嘛顺利出捷运站啊！恭喜恁靠家己的力量完成捷运小旅行。坐捷运就好耍诶！后摆放假，我嘛要带出来人做伙坐捷运探险。做伙加入乐乐、康康这座捷运之旅的囡仔兄囡仔姊，恭喜你完成所有任务，把我的身躯全部考出来了。我是捷运电联车，连连有6节车厢这么长哦。乐乐甲康康顺利来到捷运邦桥站，完成这座旅行。不过挑战也未结束，你敢知影这个图代表什么呢？因伫台北捷运每一个车站的路网图顶面拢找得到哦。大家若是有机会，甲厝内人也有朋友做伙坐台北捷运，展开恁的捷运之旅。多谢你的收看。若是有介意我、介意小行星，即马乐乐 TV 有专属的优惠哦。订小行星杂志，就会使看到阮搁较侪的故事，会使伫资讯栏看到搁较侪的资讯。爱记得订我的频道哦，嘿嘿嘿嘿。